今日我可能係潮連島唯一一個遊客。網友話大家中意嘅係鄉下風味，而唔係真嘅鄉下。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潮連路邊。今日咧就以明幻家廟為起點，探索一下潮連嘅鄉下風味係乜嘢。第一站就嚟到咗坦邊嘅牌坊街，跟住咧就發現咗個好得意嘅嘢啦！哇，一大片蠔殼牆，兩面嘅牆都係蠔殼。你覺得佢係新起嘅定係舊嘅呢？第二站咧就嚟到咗池壇聖手盧國沾嘅故居啊，探索下盧生嘅故居有咩好玩先。一入嚟咧就係盧媽媽嘅房間啊，傳統嶺南居室嘅佈置，一床一衣櫃。客廳同其他嘅普通民宅一樣，4室1廳。盧生嘅故居隔離咧，仲有音樂體驗館。盧國沾先生咧係香港著名嘅愛國詞作家，素有池壇聖手之稱啊！佢曾經獲得香港音樂成就大獎、終生成就獎、大地恩情、小李飛刀、大俠霍元甲主題曲《萬里長城永不倒》、天蠶變等等嘅作品咧，都見證咗佢喺流行歌壇嘅地位啊！當地為咗宣傳盧生嘅愛國情懷同埋優秀作品咧，就以盧生嘅祖居為核心，將佢附近嘅民宅咧就改造成各種元素嘅音樂工作室，例如呢間黑膠唱片室，為啲音樂愛好者咧就提供咗體驗同埋創作嘅空間啊！但係現場咧就冇工作人員嘅，所以我體驗唔到啦。故居嘅隔離咧有幾個室係關閉嘅，咁跟住就俾我發現，咦，咁都得嘅？嗱，呢啲咪真正嘅探索咯。呢度好似係一個飯堂，咩都冇，走啦，恢復翻原樣先。下一站咧就去洪聖殿啦。經過呢條珠璣巷咧，又發現咗啲有意思嘅嘢。呢個蝴蝶壁畫真係正到，一轉彎咧就見到呢棟靚樓啦。佢個窗咧仲係彩色嘅，睇個樣咧仲有人住嘅喎。見到啲古建築咧仲有人住咧，真係覺得好開心啊！呢啲巷嘅名牌咧真係好過癮啊，好有儀式感啊！我啱啱先反應過嚟係叫我靚仔。阿姨嘅反應真係快，即刻可以轉換啲賣嘅嘢。潮連洪聖殿始建於1600年，佢嘅前身咧就係天后廟。明萬歷年間，潮連人盧戚喺安徽蒙城任知縣嘅時候咧，當時佢阿媽久病不愈，盧戚聽聞當地嘅大王廟咧就十分之靈驗啊，於是咧就走去祈福，最後求得藥方。佢阿媽病愈之後咧，就叮囑個仔喺任期結束之後咧，恭請大王神像回鄉供奉。咁當啲村民抬住大王神像行到原來海邊天后廟嘅時候咧，個神像突然間變得異常沉重，抬都抬唔喐。咁啲村民經過占卜咧，就知道洪聖龍王咧，佢決定揀咗呢度做廟址，而且洪聖龍王咧就同本身天后廟嘅天后娘娘咧就已經打好晒招呼噶啦。於是咧，盧戚就同啲鄉紳們商議，決定將原有嘅天后廟咧改建成洪聖殿，形成咗左天后右洪聖嘅格局。清初遷海浩劫嘅時候咧，廣東巡撫黃來任咧就冒死上疏為民請命，潮連人咧就感恩佢嘅恩德，將佢嘅塑像咧請入殿中，形成咗三神並治嘅獨特格局。依家咧仲有財神廟啊！咁潮連最正嘅咧，肯定就係喺河邊騎行啦。定波門，佢定嘅係咩波咧？你估？有冇魚釣到啊？唔係釣魚。潮連島上邊咧，到依家仲有68座明清祠堂。喺歷史上咧，只有考取功名嘅人先有資格建祠堂。呢啲建築本身咧就係潮連科甲鼎盛、民風蔚然最直接嘅證明。喺冇遊客嘅祠堂街騎行，睇住呢啲翻修後嘅古建築咧，重新翻返去佢本有嘅平靜。我突然間明白，我哋去睇古建築嘅點，或者唔係舊，而係嗰份未被塗抹嘅真。我去鄉下探索嘅，或者正正就係嗰個卸下面具、平靜嘅自我。